过来，咱要来看的是中部地区，虽然讲这雨无算偌大阵，也毋过南投罗山的塔罗湾溪，伊的河水呢是甲路拢淹去。信义乡公所除了替64人，也出动大型机区去投95线东部路段，也阁有其他较有可能发生土石流的所在来提名。 这大水甲土沫是直直冲落来，南投罗山的塔罗湾溪是规涨起来，嘛甲乌马溪坡部落的便道冲甲海去，交通断路。南投罗山八月卡努风台时受到严重的迫害，即个小坑搁加来，水头的集水区咧落雨，溪尾一时涨起来，加在马溪坡车市就先甲在地25户29人拢总撤走。 因若伫咧情景，虽然也无啥雨，不过风是透规暝，嘛有造成一寡灾情。大部分的游客都已经下山了，明天，所有的国民宾馆的订房我们都让它取消，尽量不要在山上，避免危险。 伫咧南投信基，虽然雨毋是真大，不过风是真透，因为惊会像顶届风台安尼造成灾情，对遮住伫土石流高风险区的居民，公所嘛有广播爱贴，嘛有派重机械入去投95线东部路段，甲几个较高发生水崩山的地区随时应变。头91跟96，就是往地利那个地方，还有往新中横那个地方。 还有县府的在头95线东那边都有重机械待命，登山的大概剩下5队22人在山上就地安置嘛，那重机械预置的都主要是在头89、85线、83线的一个地点。 南投县府表示，灾害应变中心已经开设了，针对县内交通可能会断24串，有要求公所加强设立甲安置整备。伫仁爱乡，嘛有先甲有新的甲爱洗药剂的45人，信义乡的19人先接出来，避免因为断路去误着求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